学生带来精彩魔术表演，替三学合作成果发表会开场。台南高商头一届甲这间旅馆业者做结合，运用学生的创意卡书，让旅客丰富多元的台南旅游体验。就是我们介绍的是五条港，因为我们透过五条港去发想，所以我们做的是五条港上。因为我们这组比较喜欢庙宇文化，所以我们透过介绍一些庙宇文化的部分，我们来介绍这本小册子。气泡水加柚子会很清爽的感觉，然后它的名字是市南都，400年可能就比较历史悠久的感觉，但是我们就是用创新，用新的感觉。学生替业者量身打造多项创新产品，为客房服务、餐饮以及周边的游程，拢甲台南4百有关系。这种跨界合作，嘛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，业者非常看好。所有做的作品都是以南都慢旅为一个出发的起点，去想法去规划，那学生会更知道说，哦，那我做的这个商品，我要如何去做行销。虽然我已经毕业很久了，但也让我觉得哇，好意外！像小朋友的这个创意很能够在跟我们在市场上，如果我们要说卖，可能开创一个就是外带的窗口，我们会把南商的同学们的这些创意饮品，我们会把它带到市场上去销售。这个不只是三学合作的典范，更加是对台南400热烈的回应和参与，也让学生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创意应用在旅游产业当中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